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朝早去到尖沙咀柏麗大道細葉榕倒冧嘅現場視察，佢話會跟進同一個花槽嘅古樹有冇倒冧嘅危險。工作人員用電鋸切斷枝幹，分批清理，用繩綁住主幹，再用吊臂放到貨車上運走，然後清理樹枝。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到現場視察，佢話康文署指冧落嚟嘅細葉榕有褐根病，署方每3個月就會施藥1次治療。對上一次嘅檢查喺1月底。林鄭月娥強調，署方一直有跟進同埋監察，而附近嘅樹都有潛在危險。喺同一個花壇上，大家見到咧，就仲有2棵古樹，即係而家叫第11號同埋第12號啦。由於佢哋生長喺同一個花壇上，咁所以如果泥土受感染咧，佢哋受感染嘅機會咧，亦都係大。咁所以專家小組馬上會召開會議，睇下呢2棵11號同12號咧，係有冇需要做一啲處理嘅工作，包括移除。康文署嘅職員下晝帶埋工具，為2棵細葉榕檢查同埋做記錄。喺柏麗大道嘅兩邊有大約30幾棵呢啲細葉榕古樹，咁其中有部分好似呢一棵咁，喺根坑嘅部分咧長出咗呢啲嘅菌類。咁有樹木專家就話，呢啲就係真菌感染嘅症狀嚟㗎啦。過百年樹齡嘅14米高細葉榕，星期4嘅夜晚大約9點半冧咗落嚟，壓傷5個途人，佢哋已經出院。無線電視記者劉子欣報導。有樹木專家認為，再有大樹冧落嚟壓傷人，反映樹木辦要提升檢測人員嘅水平。百年大樹一晚就冧咗落嚟，有市民話既擔心又可惜。擔心㗎，應該再勤啲檢查係咪啊？如果再勤啲檢查，咪可以避免。有100幾年嘅歷史，咁你冧咗落嚟，砸咗人又唔好啦，冇咗我哋都係一個損失嚟㗎。呢一度平時都有好多人行街購物，甚至坐低乘涼，同樹木嘅距離都好近㗎，令到人關注如果再有冧樹嘅情況，會對佢哋帶嚟直接嘅影響。對於外界質疑當局定期巡查古樹，知道樹有病，但係並冇為樹木加固結構，本身係樹木辦樹木專家小組委員嘅港大學者詹志勇認為，樹木辦有需要提升樹木檢測人員嘅水平。有一樣嘢就唔係幾明白，就係佢似乎好注重嗰個數量啊，同埋多過個素質嘅。我就經常咧都強調一樣嘢，就樹木風險評估就唔係普通人做嘅，係高質素嘅有充足樹木知識嘅人先可以做嘅。佢強調樹木辦嘅儀器先進，但係需要高水平嘅人才去分析相關嘅數據。無線電視記者張家佩報導。